親愛嘅朋友，你有冇諗過，神最想要嘅嘢究竟係乜呢？係咪你付出嘅一切，你犧牲嘅所有時間同精力？好多時我哋以為，只要獻上最好嘅，就係對神最大嘅敬意。但係，聖經裏面有個令人驚訝嘅真相，可能完全顛覆你一直以嚟嘅諗法。喺撒母耳記上第15章22節，聖經清楚咁樣教導我哋，聽命勝於獻祭，呢句話就好似一道光咁，照亮咗神真正嘅心意。其實神要嘅，從來都唔係你嘅禮物本身，而係你心裏面那份最純粹、最願意聽從佢指引嘅態度。因為神對我哋嘅愛，係溫柔而無條件嘅。佢唔係想你活喺懼怕或者壓力之下，努力去討好佢。佢只係想你用最真誠嘅心去信靠佢，信服佢嘅話語。當我哋真正咁做，就會發現，愛裏面冇恐懼，只有真正嘅自由同埋從天而來嘅喜樂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呢份愛，並活出愛。